其實我拍呢啲尺度大嘅戲，係因為我需要有生活費去支撐我嘅生活。我唔支撐到我自己，我點照顧爸爸？我點照顧細佬妹咁細個？曾於千禧年代拍過唔少大尺度電影嘅女星顏千文，近年復出幕前，陸續參演多部劇集，包括《一舞傾城》、《新聞女王2》等等，演技獲得唔少好評。日前，顏千文接受訪談，分享以往嘅辛酸史，更加不諱言當年接拍王晶嘅電影，完全係為咗錢。19歲就入行嘅顏千文，出道之後連續參演多套電視劇，但始終未受重用，直到1995年合約期滿，因為不獲 TVB 續約而被解僱，令到佢嘅生活陷入咗困境。離開 TVB 之後，經好友引薦加入亞視繼續拍劇，但10個月之後，亞視就因為佢拍雜誌嘅形象太性感，決定提前結束合約，將佢解僱。就喺顏千文兩度遭電視台解僱之後，父親突然確診食道癌，佢形容自己當時手停口停，連食飯都成問題，而且細佬妹先至幾歲，一下子家庭嘅重擔全部都落喺佢一個人嘅身上。然而呢個時候，王晶睇過佢嘅雜誌封面相，對佢欣賞有加，於是力邀佢接拍大尺度電影。顏千文當時曾經猶豫過，但迫於生活壓力，最終都係應承演出。不過佢就強調，咁樣做並唔係完全因為父親患癌，而係佢本身就需要錢去解決好多生活嘅問題。就係咁樣，顏千文嘅名亦都成為咗嗰個年代嘅港片艷星之一。如今人生年過半百，再回頭望呢一切，佢表示從來都唔後悔，因為當時嘅自己並冇選擇嘅餘地。